BB 終於飲得杯落。BB 話：媽媽好辛苦啊，因為我哋肚餓想飲奶奶嘅時候，媽媽都要揾地方匿埋先得。不過社會文化司司長譚叔叔近日就話，已經要求社民司轄下各個部門按照衛生局制定嘅母乳餵哺室設備及管理標準指引，設置母乳餵哺空間，將會喺今年內完成，並且希望逐步推廣至政府其他部門同埋私人企業。現時社會文化司轄下嘅15個部門設有42個母乳餵哺室，本年度將會完成設置另外嘅26個母乳餵哺室，其中60間將會全面對外開放使用。如果譚叔叔呢個計劃真係能夠實施嘅話，呢啲 BB 就飲得杯落啦，媽媽都唔使再通道匿埋。呢個關心 BB 健康成長嘅好消息，由我 Recap 3嘅囡囡為媽媽們報道。